貧富懸殊係社會穩定嘅最大隱憂。處理貧富懸殊嘅辦法唔係拉低社會上層收入，而係要盡量保障基層收入。香港今日嘅貧窮問題唔係冇飯食嘅問題。6年級小學生學業成績好，可以考入一間好嘅中學，但係屋企住得遠，返學要車錢，中午食飯要飯錢，一個月要近1000蚊。父母負擔唔起，呢個學生只有升上附近一般嘅中學。仲有而家嘅小學要學生上網揾資料，要用電腦做功課，一部電腦幾千蚊，上網費每個月百幾蚊，唔少家庭負擔唔起，學生學習受到影響。下一代得唔到應得嘅教育，呢啲都係今日貧窮問題嘅一種體現。社會上有一種講法，話我哋呢代人都窮過，但係冇影響我哋嘅出路。但我認為社會唔同啦。我小學時用1毫紙一支嘅中華牌鉛筆，同班有同學用3毫紙支嘅德國鉛筆，我哋之間嘅學習條件冇差異。但係今日嘅學生之間有電腦同埋冇電腦造成嘅差距就好大。我哋中學時代嘅巴士冇冷氣，好逼，但2毫紙就可以搭車返學。今日所有嘅公共交通嘅服務水平都好高，但冇平價嘅選擇。貧窮問題最突出嘅係在職貧窮。香港嘅在職貧窮問題有幾嚴重？2007年第4季嘅調查顯示，香港工作人口中有一半人每個月工作收入少於10100蚊，未扣除通脹，11年嚟中位數只增加6.3%。過去15年，香港人均 GDP 實質增長係53%。但有啲行業嘅實質工資指數不升反跌，月入6000蚊以下嘅人數由2001年嘅60萬人增加到68萬人。月入6000蚊以下嘅係乜嘢工？喺中環甲級寫字樓嘅男清潔工，本地人每月薪水5400蚊，冇花紅、冇獎金、冇下欄、唔包食、冇其他福利，一日工作10個小時，一星期6日。舊年12月，全港清潔工人嘅平均月薪係5241蚊，保安員係7115蚊。香港有幾多清潔工人同埋保安員？答案係19萬人。大批基層市民生活條件唔能夠跟上整體社會，會對社會嘅和諧穩定造成負面影響。社會要切實解決問題，唔應該只係睇、只係講，唔去做。在職貧窮問題已經到咗危機嘅臨界點，如果我哋坐視不理，香港嘅穩定會受影響。其他社會喺呢個問題上嘅教訓好深刻，值得我哋警惕。社會要不斷自我改良、自我完善。我贊成為清潔工人同埋保安員制定法定嘅最低工資。